这台欧系就是日本第一款新干线，嘛是世界第一台高速铁路列车。2004年，在高铁兴建期间，来台湾作为探测路线、监测铁基路等工作。在执行任务时，一寡探检等仪器会传出车体，就参照日本意志的插件，所以称作花魁车。那基本上我们花魁车是因为我们当时日本送过来的时候这个名字是由他们日本城商去定的。那因为它这个日本是他们这个艺伎江户时代艺伎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一个法簪呐。然后法簪基本上是在这头尾的部分辐射出去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列车这个当时的这些检查限界的探针它也是像在车厢的周围这个辐射出去的这个探针，看起来很像这个艺伎的法簪。所以说当时日本的厂商就把这个名字定名为花魁车。所以说，我们当时接受了这个他们赠予我们这个车子的时候，那也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我们就一样把这个名字就存留下来，作为整个的一个我们花魁车的保存跟地景公园的一个名称，这样。花魁车结合高铁台南站前的地景公园，经过2档的变更设计，正式在同齐之间举办盛大的剪彩启用典礼。2、1，请剪彩！花魁车也是可以促进台日之间的轨道外交。那我们有100年的台铁，做了一些台日之间的轨道外交。那我们的台湾高铁跟新干线一样，可以来进行这个轨道的外交。这个双铁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两国之间非常好的交流项目，让台湾的花魁车地景公园能够成为在日本本土之外，继英国之后第2个公开展示的新干线零系列车的国家。未来，我们希望花魁车地景公园不只成为台南的新地标、新景点，更是象征台日铁道情谊、传播铁道文化的重要据点。欢迎各界的好朋友喝厝边经常来到这里，一起真实感受台湾高铁的过去与未来。面对全国唯一一台花魁车设立台南，市长委贴都要代表市民表达感谢，嘛强调将配合每年台湾灯会，行销这个观光新的焦点。地方政府，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优化周边的设施，尤其大家可以看到，再过40几天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台湾灯会的这个会场就在我们沙仑园区。那美轮美奂的台湾灯会，白天可以看这个0系列列车，晚上可以看台湾灯会，真是美不胜收。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台南，祝福大家，谢谢。花魁车地景公园启用以后，除了成为民众认识高速铁路科技的平台，嘛是落实台湾高速铁道文化资产保存的目标。台南新闻阮籍何秋芳采访报道。